去旅行呢，除咗可以嘗試下當地嘅美食，睇下當地嘅風景，打下卡，最好就有啲嘢玩啦。譬如踩單車咁啊，踩單車又好玩，又可以輕鬆咁遊覽。呢度係台中後豐鐵馬道，呢度好特別㗎，有一條長長嘅隧道，之後仲有一條跨越山谷嘅鐵橋，係非常特別嘅風光，最適合踩單車去享受。呢個隧道呢，以前係一個鐵道嘅隧道。嗰個鐵路個火車呢，係比而家嗰啲窄啲嘅，所以個隧道呢都係比較窄嘅。然之後呢，有唔少人喺度踩，所以都好刺激㗎。踩下，有第啲人 overtake， 有陣時你又要爬第啲單車嘅頭，亦都有對面嘅車行嘅，對頭車嘅，所以好刺激㗎。仲有一樣呢，就係原來嗰個隧道都幾長㗎。我踩住個電動單車，哇，都行咗我諗超過5分鐘啦，都仲未踩完咯。喺窄窄又黑嘅隧道，踩下踩，終於嚟到出口，衝出去啦！嗱，出面呢就有一條鐵橋，今日陽光明媚啊，可以睇下外邊美麗嘅風光。如果行呢，你點行啊？咁遠，所以踩單車最好啦。喺後豐鐵馬道呢，就可以穿梭隧道啦、鐵橋啦、樹林同埋綠道。喺台中嘅另外一面，高美濕地，亦都可以踩單車㗎。呢度有另外一番風味。呢度係海邊，吹住海風，周圍呢仲有高高嘅風力發電風車陣，呢度踩單車可以踩去呢個吳妻漁港，即係一個海港嚟嘅，可以喺嗰度食海鮮。呢度啊，道路平坦，非常易踩啊，又唔係好多人喎，所以踩得好舒服，吹住海風，又冇咁熱，一路踩單車，之後仲可以睇埋日落，
咁就 fantastic 啦〜